各位網友吉祥，我係寶善。唔知道大家前一排有冇睇到新聞講觀塘街市呃秤嘅新聞呢？今日我哋就講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杆秤啦。杆秤係中國傳統度量衡系統入邊嘅重要一環，唔單止係計重量嘅工具，仲充滿咗智慧同埋文化內涵。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一個杆秤唔止可以稱出斤兩，仲可以稱出人心，甚至攸關福祿壽呢？而且原來1斤等於16兩，背後仲有好多有趣嘅故事，包括咗秦始皇、魯班，甚至連天上嘅星宿都關事喎。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呢一支中國古代嘅智慧之秤。半斤8兩呢句說話，成日就係用嚟形容兩樣嘢係差不多嘅。其實背後真係有啲學問嘅。古時中國嘅度量衡呢，就係1斤就等於16兩，所以半斤呢咪就係8兩咯。但係點解唔係用今日嘅1斤10兩，而係1斤16兩咁刁鑽呢？相傳喺民間傳說入邊佢話當年秦始皇統一6國之後咧，決定要標準化呢個度量衡，方便徵稅。於是咧就命令丞相李斯咧就去搞掂呢單嘢啦。但係李斯搞掂咗個度，即係長度同個量容量之後咧，去到呢個衡即係重量咧，就頭都痕晒啦。究竟應該點樣去定義1斤呢？咁佢就去請示秦始皇。秦始皇咧就寫咗4隻字俾李斯，叫佢翻去參下啦。咁李斯攞住呢4隻字，佢就究竟係咩意思呢？咁喺度睇研究，原來皇上係想講乜嘢啊？咁佢話天下公平，就呢4隻字，呢4隻字加埋就係16畫啦。所以咧就1斤就等於16兩咁樣。但係咧呢個古仔咧聽落去好似好合理喎。但係其實就有漏洞喎。首先咧，小算版嘅天下公平呢4隻字咧，其實就唔係16畫嘅喎。再者咧，考古嘅發現，其實早喺秦統一之前咧，已經有好幾個國家咧採用咗16兩為1斤啦。所以秦始皇只係統一執行啫，而唔係發明呢個制度。不過呢一個故事咧就足以反映咧古人係幾咁着重呢個公平同埋公正呢？杆秤嘅神秘嗰16粒星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喺杆秤嘅上邊會刻住16粒稱星，而呢16粒稱星係有特別嘅意義，而唔係亂咁嚟嘅喎。咁中國民間俗信呢，就認為南斗主生就北斗主死，秤杆嘅前7粒稱星就代表北斗7星。而北斗咧又主宰住人嘅生死，而中間嘅6粒稱星咧就代表咗南斗6星。南斗6星咧即係象徵住延壽解厄嘅，而最後嗰3粒就叫做福祿壽3星，代表住一個人一生嘅福氣、財祿同埋壽命。所以呢16粒星咧就係提醒嗰啲做生意嘅人要誠實。如果你短斤缺兩咧，就等於削福減祿折壽啦。咁後果咧就自己可想而知啊。仲有一個民間傳說就話呢個杆秤咧，其實就係魯班先師發明嘅。魯班咧就係中國古代著名嘅工匠，同木工建築機械有關咧，都話係魯班發明嘅。而關於呢個杆秤咧，故事就係咁講嘅喎。當年咧，魯班就見到啲農夫咧買賣糧食嘅時候咧，成日就為咗嗰啲斤兩問題喺度爭拗。咁有啲奸商就用個石頭嚟做砝碼，就人呢啲斤兩啦。咁呢個魯班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公平，唔會俾人亂咁改嘅秤呢？咁樣，咁佢靈機一動咧，就根據咗呢個槓桿原理，就創造咗第一支杆秤。最初佢把杆秤上面咧，淨係刻咗13粒嘅稱星，就代表咗北斗7星同埋呢個南斗6星。
後來咧又關秦始皇事啦，就話秦始皇咧統一咗呢個度量衡咧，就加埋呢個福祿壽三星落去，就提醒啲人咧就唔可以呃人喎。於是咧就變咗一斤就16兩啦。秤桿上面嘅稱星咧，亦都增加到16粒。當然一講到魯班咧，大家就會諗啊呢個魯班經啦。之後咧，我哋有機會就同大家講下呢個魯班經。當大家知道咗魯班經之後咧，就會明白啊點解民間咧成日一句説話就係話，人嘅一生有3種人唔能夠得罪。第一個就係接生嘅，第二個就係挖墳造墓嘅，第三個就係呢個泥水木匠師傅啦。喺干秤嘅上面咧，其實仲有一粒特別重要嘅星。呢一粒星咧就係第一粒星啦，就係叫做定盤星。呢一粒星代表咗嗰個干秤嘅準繩。當呢個秤垂同呢個秤鈎啊達到一個平衡嘅時候咧，個垂咧就會停喺呢粒秤星嘅上邊啦，就叫做定盤星。定盤星咧，除咗喺干秤上面重要之外咧，仲會被用嚟咧，比如做人做事咧就要有準則，唔可以亂咁嚟嘅。例如宋朝嘅大儒朱熹咧，就曾經喺佢嘅詞入邊就寫過，佢話記取淵冰雨，莫錯定盤星。意思就係做人咧要把握準則，唔好亂咁改變立場。古人咧對誠信咧睇得係好重要，特別係做買賣嘅時候，如果有商人故意短斤缺兩，古人就認為啊佢會受到天譴嘅。有句話佢話少1兩就損福，少2兩就節祿，少3兩就短壽啊。相傳古時候有間米鋪，個老細陳伯表面上就和氣生財，實際上咧就暗中喺個干秤嗰度就做手腳。每次咧都會偷偷地短斤就缺兩，心諗少1兩半兩咧就冇人會知嘅，日積月累咧山大斬埋就有柴啦咁樣。咁有一晚咧，佢收鋪之後就發現咧，自己每日用嗰一支嘅干秤咧，干秤上面嗰16粒稱星全部變晒黑。哇！佢就嚇咗一跳啦。佢話阿爺講過，佢話做人唔誠實咧，干秤就會變黑嘅喎。佢話個天咧係會睇得到嘅，缺1分咧就折1分嘅福壽啊咁。第二日咧，一個白鬚白髮嘅老人家咧就嚟買米，見到佢用嗰支干秤咧，就語氣唔好咁就問佢啦。佢話老細，呢1斤米足唔足稱㗎咁樣？咁咧呢一個陳伯咧，佢就哇俾佢嚇到咧，心都虛埋係嘛，隻手都震晒。咁老人家再補多句喎，短斤缺兩嘅削福減壽噶噃，世事有報啊，人做你世界，個天都做你世界喎。咁跟住呢一個陳伯咧就嚇到咧，成身都飆晒冷汗，連條內褲都濕埋。咁啊當晚咧梗係瞓唔着啦。咁啊最後咧就決定改過自身啦，就將嗰啲干秤咧就整翻正佢。從此做生意之後咧就唔敢欺客啦，甚至每次都稱多少少俾翻人添。幾個月之後咧，佢就發現咧嗰個干秤上邊嗰16粒稱星咧，竟然重新咧就靚立立喎，唔再黑掹掹喎。咁生意咧亦都比以前更加興旺。原來咧誠信唔單止可以帶嚟客源，更加能夠積福增壽。諸葛亮就曾經講過，佢話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意思就係話佢做人咧好似干秤一樣，始終係保持公正嘅，不偏不倚。呢一句話正好講出咗干秤嘅真正意義：良物公平，良人公正，良心無愧。即使今日電子磅取代咗干秤，但係干秤所代表嘅誠信、公道、公平，千祈唔可以俾時代淘汰。做人做生意做決定都應該好似干秤一樣端正自己，不偏不倚，先至可以長遠而穩陣。各位網友，大家覺得呢一個道理係咪依然適合現今嘅社會呢？歡迎留言同分享。如果你都認同做人最緊要光明磊落嘅話，記得 like
同 share， 等更多人可以一齊學習中國嘅傳統智慧。我係寶善，我哋下集見，拜拜。